台灣首次為女性禱告嘅音樂會——你最珍貴白色草地音樂會，於3月15號下午高雄時代大道嘅草地揭幕。來自各地嘅女牧者透過聖經裏面女性嘅人物，如瑪利亞、底波拉、以斯帖嘅故事，激勵女性認清自己嘅身份同命定，勇敢站立，成為現代嘅以斯帖。前香港全球禱告日主席馬王培琪女士特別現身現場，佢以以賽亞書60章1至2節興起發光，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，嚟鼓勵台灣要興起發光。Arise， 台灣興起發光，台灣興起發光。Arise， 台灣 The glory and light have come， 因為台灣的光已經來到了。佢相信呢個係歷史性時刻，亦都係好重要嘅禱告會。呢個係會為未來埋下種子，未來產生10倍、100倍嘅效應。今次主辦單位係原族共享復興聯盟創辦人阿宏老師，佢率領眾教會牧者代表同埋各族嘅原住民代表，宣告不分族群，只有一個國，就係天國，亦都只有一個教會。願台灣要歸耶和華為聖。